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8月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0篇第1节到第8节，22节到23节。以赛亚书第9章第18节，第10章第4节，使徒行传第7章第1节到第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被拣选。昨天我们在读经日课里面谈到了选民。以色列时常以选民的身份自居，他们自以为是因为他们有选民的身份，因此呢，他们就必要得到上帝的保守与祝福，他们认为100%。但是我们知道，真正持这样心态的人，无论是以色列人或是基督徒，基本上他们都是有问题的。有些人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用这样子来觉得自傲，那是不行的。这些人都忘记了选民是一个被动的，因为是上帝，我们是被上帝所拣选的。根据创世纪第12章的记载，亚伯拉罕受呼召是因为上帝的主动，上帝主动的拣选亚伯拉罕，让他成为选民。亚伯拉罕所代表的选民其实是被动的。同样的，我们昨天也谈到了，即便是选民，如果在生活上背离上帝的这些人，都将要面对或是接受上帝的惩罚。即便是上帝透过了那一位预备耶稣基督道路施洗约翰，他所宣讲的认罪的宣告，也不是给选民的免费餐食。施洗约翰告诉法利赛人跟经学士，我们昨天也引用了这一段的经文。他说，毒蛇的种类啊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不要自己心里说，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。我告诉你们，上帝能从这一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，丢在火里。何西阿先知也是这样的预言上帝的惩罚，如同约拿在尼尼微城的宣讲一样。以赛亚先知也是如此的宣告，他说，人民的邪恶好像焚烧荆棘的火蔓延着，又像森林着火，一团团的烟往上直冲。上主万军的统帅震怒了，他的惩罚像火一般，遍地焚烧，毁灭了人民，一个也不留下。在境内的每一个角落，人东找西找，抢东西来吃。虽然仍然无法充饥解饿，他们甚至吃自己的孩子。马拿西人和以法莲人互相攻击，他们又联合起来攻击犹大。尽管这样，
上帝的怒气没有停息过，他仍要举手责打他们。上帝选召人来成为他的仆人，是为了要成为他拯救的助手，不是来违背他的旨意，只等着要领受上帝的恩典与祝福的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被上帝拣选成为上帝选民，得到救恩是白白的恩典，但是不是要白白的享福的。以赛亚先知这样说：你们遭殃了，你们制定不公平的法律来压迫我的子民，你们用这方法剥夺穷人的权利，使他们得到不公平。你们用这方法侵占寡妇和孤儿的产业。上帝惩罚你们的时候，你们要怎么办呢？他借遥远的国家带给你们灾害的时候，你们怎么办呢？你们要到哪里去求援？你们在哪里藏匿你们的财产？你们要不是死在战场上，就是被俘虏。尽管这样，上主的怒气没有停息，他仍然要举手责打你们。被上帝拣选是为了要来担责任，不是为了要来享乐，然后随己意而随意的行，这是很危险的。司提反殉道之前曾经这样对大祭司见证他所领受的救恩，也提到了亚伯拉罕领受呼召的时候的情形，一个受拣选的一个过程。司提反说到上帝应许赐福亚伯拉罕，让他在年老的时候有子嗣，也应许将土地赐给他以及他的后裔，只要他愿意离开本族、本地以及父家来跟随上帝。这个是被选的目的，来跟随上帝，来蒙福，并且成为使人蒙福的人。司提反这样说道：诸位父老弟兄们，请听，当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住在美索不达米亚，还没有移居哈兰的时候，荣耀的上帝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你要离开你的故乡和亲族，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于是亚伯拉罕离开了加勒底人的地方，去住在哈兰。他的父亲死了以后，上帝又把他迁移到本地来，就是迦南地，就是你们现在所住的地方。当时上帝并没有给亚伯拉罕什么样的产业，就连立足之地也没有，但是上帝应许要把土地赐给他，作为他和他后代的产业。虽然那时候他还没有儿子，上帝对他这样说：你的后代要寄居外国，在哪里做奴隶，受虐待400年。但是我要惩罚奴隶他们那一国，以后他们要离开那地方，在这里敬拜我。于是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，以割礼为记号。
所以亚伯拉罕在以撒出生后第8天，给他行割礼，照样以撒也给雅各行割礼，雅各也给12个族长行割礼，要往上帝所指示的地方去，如同上帝要约拿去尼尼微城。圣灵要保罗前往马其顿。我们也知道后来多马就前往印度去宣教一样。历代的宣教士也跟随着这样的呼召，成为被上帝拣选、被上帝所差遣、所使用之民。诗篇第50篇第1到第8节，22到23节。上主大能者上帝发言，从日出到日落之地发出呼召，从最美壮丽的西安城，上帝他发出了光辉。我们的上帝要来临，并非默默无声，他的前面有烈火，他的四周有暴风，他传唤天地做证人，为要审判自己的子民。他说，召集我忠贞的子民到我这里来，就是那些用生计跟我立约的人。诸天宣布上帝的公义，上帝自己是审判者。上帝说，我的子民啊，听，我要发言，以色列啊，我要控告你，我是上帝，我是你的上帝。我因为你的祭祀责备你，你的烧化祭时常在我的面前。22节，你们这些不记得上帝的人啊，当想的这个事情，才免得我将你们扯碎，没有人可以救你们。所有用感谢来献祭的人，是遵从我的；行正路的人，我要让他得着上帝的拯救。感谢上帝呼召我们，使我们蒙福。恳求上主帮助我们，愿意跟随你的旨意，愿意跟你同行，成为使人蒙福的仆人。求主帮助我们成为忠心的仆人，使人蒙福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